騙案手法可以好曲折離奇，仲要不停咁變，都可以係假嘅。騙案嘅方式就不停咁變，但係騙徒嘅目的就唔會變，淨係想呃你啲錢。一叫你過數俾錢，停一停，諗一諗，問下身邊嘅人，仲有懷疑，即刻打18222攞啲專業意見。大家好啊，剛出啦嗰條片啊，出馬啦，一共22匹啦，最終啦專機1號啦跑第一嘅，其他幾隻啦略為遜色啦。但係大家啦絕對唔可以掉以輕心啦，可以將落敗咗啦嘅馬匹啦作為啦備忘嘅。其後啦，若然啦再有英國賽啦，呢啲馬啦再出啦，亦都要多加留神啦。始終啦都係好馬嚟嘅。正如啦我喺片啦亦都有提及啦，討論嘅馬啦喺現階段啦係有一少少瑕疵嘅，又或者啦擔心啦騎師啦嘅發揮嘅。所以啊，日後啦轉播啦，倘若啦呢啲馬啦有機會再出啦，大家啦仍要啦提防一下啦。好啦，今次啦又嚟到啦英國啦越洋賽啦第3擊啦，亦都係啦賽事日啦為 S3啦場次嘅。我亦啦特意揀選啦一場啦出馬最多啦，亦都較為均勢啦混亂嘅場合啦，同大家討論一下嘅，就係啦 S3啦第一場啦1590米啦，全為啦3歲馬啦競逐嘅。當中啦，我對呢一場咧嘅觀感而論啦，全棚馬啦水準啦係唔低嘅，而且好多啊，相信咧亦都係日後啦高班之才嘅，例如啦9號啦古香風景啦呢匹灰馬啦，又或者啦8號啦阿巴曼斯啦等等啦，明顯啦就係潛力啦唔輕嘅，但係啦馬匹喺現時嘅階段啦，未必啦即刻啦起到作用嘅，但係啦我對佢哋啦長線啦係比較樂觀嘅。好啦。講翻呢一場啦，我先推介嘅馬啦，仍會圍繞啦攬馬為主嘅。首先啦，先討論嘅馬啦就係1號馬啦，獨家代理啦。馬今年啦3歲嘅，出賽過啦5場嘅，得過啦2 win 嘅。馬匹啦，其實啦，除咗喺今年啦6月18號啦一場啦雅士谷啦1600米直路賽啦跑得啦較為啦失色之外啦，其實啦其餘啦都跑得啦有板有眼嘅，而且啦就以大敗嗰場啦嚟計嘅，其實啦亦都係算啦跑得唔差嘅。只係該場咧形勢啦奇特啦，好多馬啦亦都跑唔出啦應有嘅水平嘅，所以大家啦可以抹去啦呢場啦嘅賽績嘅。今次啦改真啦，從未跑過啦嘅約克馬場啦，加上啦跑回啦轉彎啦嘅路程嘅，睇馬啦憑現有啦成熟嘅階段啊，係值得啦大家啦去動動腦筋啦去研究一下嘅。而第2匹啦，我仍會以細 number 啦作為討論嘅，就係2號馬啦山鹿雪村啦。馬今年啦同樣3歲嘅，出過8場啦，得3冠2亞2季嘅。論型格啦、潛能啦，相信亦都係呢一場啦，日後啦成就啦最高嘅3匹馬啦之一嚟嘅。以現時嘅階段啦，可能1號啦獨家代理啦進度啦比佢啦略勝少許嘅，但係長線啦呢匹2號馬啦必在1號馬之上嘅。今回啦，繼上回啦7月11號啦勝出啦新市場啦1600米直路賽後啦，再上征途啦，而且亦都首次啦去到啦約克馬場角逐嘅。論馬啦，論質素啦，一定啦有喺度嘅。唯一令我擔憂啦，反而啦係轉場啦，只過啦約克馬場啦，馬匹現時啊仍為自亂啦，能否啦立刻適應啦呢個馬場嘅特性啦，就要靠估啦。是否啦可以憑質啦達夠啦呢一項啦未知之數呢？相信啦又要考考啦大家嘅腦筋啦。而再數落去啦，較有睇頭啦，相信啦要數到啦13號啦撞紅啦，馬出賽啦3次啊，得2冠1亞嘅，勝來啦4平8穩啦。雖然啊每次啊只以啊短距離啊奪勝嘅，看似啦幸運啦大於實力嘅，但我啊亦都曾為此啦研究過嘅，亦都啦抱有啦唔同嘅看法啦。馬匹啦每勝出啦，雖然啦係短距離嘅，但係似係幕後人啦點到即止嘅做法嘅，實質啦係有點保留嘅。今次啦所跑啦上調至更高嘅級數啦，加上啦換人而來啦，可能啊今次啊需要認真多少啦，來個啦真章嘅，到時啊真正啦可以睇到啦馬匹啦究竟啦實力啦有多少嘅。論馬啦係靚馬嚟嘅，希望啦今回可以啊睇到啦佢真正咧嘅英姿啊同埋實力嘅。好啦。由於時次嘅賽馬啦係高達啦20匹嘅，所以啊我亦都會啦提供啦4匹馬啦作為啦大家參考啦研究嘅。一如以往啦，所有咧嘅討論咧嘅馬匹啦係我啦以馬論馬啦嚟作分享嘅。若各位啦對上述啊馬匹唔喜歡啦，又或者自己啦有心儀嘅馬匹啦，亦都可以跟回啦你哋自己咧嘅意願啦而下注嘅。玩馬啦嘅樂趣啦就係於此啦，用自己嘅腦筋啦去思考嘅。當中啦，最後啦，任何嘅取捨啦，由自己決定啦。中嘅啦滿足嘅，唔中啦亦都唔會傷身嘅。
以玩樂啊形式啊去思考嘅。漸漸啦，你就會發覺啦，玩馬啦嘅真諦啦，並非咧以賭行先啦。正所謂啦，十賭嘅狗騙啦，若然啦賭能夠致富啦發達嘅，必然啊出自於啦網狗啦嘅狗口啦先會有嘅。一班啦以行乞啦、新手啦去討費啦嚟開飯嘅人嘅，居然啦有面皮啦去教人啦點樣啦去生財致富啦，真係啦人少啦狗都廢嘅。要中啦要發啦，就應該啦佢哋啦先做俾大家睇啦，唔好啦中日啦賽後啦就馬後炮啦打嘴炮啦話中乜啦。既然中到啦，又何須行乞呢？大家啦用腦袋啦去好好啊思考呢一點啦。9月啦本地賽啦亦都將到啦，大家啦坐定定啦睇下啦網狗啦可否啦一如以往啦得心應手啦去呃啦去騙到啦一班啦傻人啊！大家啦，亦都可以啦，咬住花生啦，睇下一大班嘅網狗啦，用咗多年啦嘅小丑把戲啦，賽後啦就鳩噏啦，話中乜啦，是否啦又會啦一如以往啦，有咁多嘅傻人啦去信啦，去入佢哋嘅會啦，同埋入佢哋嘅群嘅，橋唔怕舊啦，最緊要受啦。可惜啊，一大班乞衣啦，個個啦揸住一本劇本啦，套路啦一式一樣啦，位賽前啊只係懂啦俾熱門啦輸光啦，賽後啦就鳩吹啦中乜嘅。然後叫人入會啦，預繳月費啦、年費啦，代平安啦，根本啦現金啦嘅平馬台啦，位如是啦，如出一轍啦。所謂啦賽前啦嘅必贏心水啦，個啦差唔多係一樣嘅，靠抄為上嘅。大眾啦係確實啦係好多傻人嘅，但係啦佢哋啦唔係患上失憶症嘅，見到啦一大班啦，你哋依班啦乞衣嘅所作所為啦。見多生厭啦，正如啊，你哋賽前啊未俾啦，大家都可以啦估到啦，你哋會俾啲乜嘢熱門啦，然後啦又扮大師咧。好啦，今集做完啦，若然啊講及有空啦，可能啦再同大家啦討論一下啦越洋嘅馬匹啦。今集做完啦，拜拜。